咱下员继续拍谱啊！来，欢迎老牧师来给咱勉励。这个时间好。多谢夏牧师的介绍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用台语讲吼，介久无用台语讲道啊吼，嘿。但是今仔日分享确实用生命的一个见证的迄个角度来分享啦吼，较毋是一般的即个讲道的迄个气味吼。今日要甲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伫暝时吼，伫黑暗暝的中间会唱歌吼，伫暝时咧唱歌吼今日的即个分享就是我生命中间的一个故事吼。我想咱大家伫生活中间读册了事业顺顺拍拼咱的人生吼，咱大概无去想着讲有啥物意外会发生伫咱的家庭的中间吼。我甲大家共款吼，依然是即款的即个心态吼。嘿，但是无拍算咱生命要拄着啥物款的代志，并毋是咱有法度去把握吼，去控制吼，这是真事实。人生啦有番迄个吼，悬悬低低啦吼，起起落落吼，甚至呢伫即个风台天，伫即个狂风暴雨迄中间啦吼，咱要安怎来经过即个日子？伫即个信仰的中间，甲无信仰中间，到底有甚物款的差别？吼所以今日会特别用一个有信仰信仰耶稣基督的一个信仰者的一个角色来分享，要安怎来行过迄个生命的迄个暴风雨吼。嘿，那即个就是今日的主讲啦吼。其实我是配角吼，即个是我的情某吼，伊叫做安妮吼，陈安妮吼。伊的名听起来就是有一点真梦幻安尼吼。这是伊的本名啦吼，伊的本名叫做陈安妮吼。这是伊伫伊身体也健康的时吼。所留落的一个相片吼，我甲伊有13档的迄个婚姻的生活吼，有2个囡仔吼，生活都安尼顺顺利利安尼吼，拢是除了工作以外，伫教会出入，伫教会服侍吼，但是无拍算吼，结婚第12档的时结婚第12档才发生一个意外吼。其实迄个意外你嘛袂感觉是意外，就是吼，伊突然间开始扫啦吼，嘿，骹扫这样子吼，阮着因为扫是真歹治的一个病嘛吼，时常啦，咱有一个感冒了，迄个扫吼后壁迄个尾拢会拖足长吼。当然，我着甲伊阮着做伙去看医生嘛吼，是安那即个扫吼要安那来处理较会好势吼。看一个医生、2个医生、3个医生，发现讲即个扫也袂较好呢吼，慢慢拖日子着拿拖拿长安尼吼。然后阮就感觉讲检测爱去看中医啦吼，调一下体质看，因为西医看骨仔会嘛吼。所以呢，有人介绍讲看中医看卖吼，中医看呢，药食的嘛是像情形也是共款吼，而且吼哪扫哪严重吼，你若有迄个扫的迄个经验吼，毋是第一期性的扫，是长期性的扫，你就会发现讲扫甲发现迄个五脏六腑吼拢会疼吼。我家己也有即个经验，我较早过去有捌扫过半冬吼，所以吼我原是失去迄个敏感性吼。太太吼咧扫，就当作一般来讲，反正就是治扫安尼吼。但是一直无好转吼的即个情形啦吼。一个医生换过一个医生，尾一个中医阮去阮北高雄吼，去看一个中医真有名的一个中医吼。食伊2贴药啦吼，食2贴，但是呢，食2贴药了无改善。即个医生伊对伊的迄个医术啦，足有把握啦。伊认为讲食我吼1贴药应该就有改善啦，较会讲食2贴药了，佫无改变，吼。伊感觉伊对伊的医术真有即个把握呢吼。
所以伊就讲吼，安尼毋对，安尼应该毋是我所判断的。因为你想看觅吼，咱若咧扫吼，咱会想讲一定是甲咱的戏有关系嘛。所以吼，差不多吼，阮看的迄10个医生啊，拢咧处理吼，迄个咱的上半身啦，就是治扫啦、治细胞啦，吼但是就是袂好啊，尾啊，即个医生甲阮讲吼，安尼你爱去看下半身。真奇妙哦！一个中医师哦，甲阮介绍讲，你爱去看下半身，因为吼前半身我已经甲你用上介好的迄个吼药方啊，你阁袂改善，安尼应该问题毋是伫遮。然后阮就去看阮迄个，阁转来看西医啊。去看西医吼，一个较早伫七贤路足有名的一个阮迄个刘继和妇产科，伊甲阮介绍讲吼，你这吼爱较紧去吼，伊看了吼。伊讲你啊，较紧去阮迄去大医去营总去看妇产科。伊就甲阮写一个阮迄个转诊的一个单啦吼，因为去大病院找较有名的妇产科的医生吼，定吼挂号拢挂袂入。所以就安尼，阮就转去营总吼，营总迄个妇产科去看迄个简医师吼，迄个伫当初30当中是非常有名的吼。迄天去看，阮差不多下晡3点外去看。直直等到暗时吼，看了的时阵已经8点外吼。医生看了讲吼，你这吼，伊就无放阮转去啊。伊讲你这已经病情吼有相当严重啊吼，袂使放你转去啊。马上吼门诊看了啊，就马上转院啊，马上转院吼。然后就是阮迄连续一直检查吼，检查2礼拜，检查2礼拜了呢，就入去伫即个开刀的即个阶段吼，所以呢阮经过半冬，因为伫民国83年的3月开始扫到10月，吼伫10月初6去看即个营总妇产科即个简医师呢，伊才宣布讲，其实你是卵巢癌啦，卵巢癌第3期。就是讲过来就是入去第4期啊吼，所以伫即个检查，伫即个开刀化疗的中间，实际讲实在是承受真侪肉体的即个痛苦啦吼。迄个卵巢癌的迄个化疗吼，伊迄个后坐力真强，所以伊是3礼拜做一届，吼。每一届吼，若做了吼，就安尼吼，安尼天昏地暗吼，规个人吼。承受迄个阮化疗的迄个冲击吼，所以足痛苦啦吼，吐啦、昏啦、头毛落啦吼，等等的安尼吼。但是经过几个月即个治疗了后，伊煞伫病床的中间吼，佫大量吐血、吐血，吐一届、吐2届。感觉足奇怪，因为是卵巢癌不应该是有这个现象啊吼，所以医生就迄个给会诊吼，有3科的医生来给会诊，会诊了，互阮一个消息吼，当然是阮无介意听的啦，伊讲吼，其实你毋是卵巢癌啊，已经为着卵巢癌开刀化疗，拢是用迄个即个卵巢癌的即个方案咧处理。开处理到尾啊，讲毋是卵巢癌啦，原来真相大白，是原发性的即个胃癌啦。当初医生讲吼，其实迄阵开卵巢子宫拢摕起来啊吼，有感觉讲怪怪，因为内底像有迄个胃的迄个组织，有咧怀疑，但是查无啦，吼。到阮迄个阮过甲几个月了，伫迄个2月迄阵，才发现是即个情形。然后因会诊了的时阵吼，迄个医生甲阮讲啦，甲阮讲吼，因遮几个医生拢无啥想要搁接即个方案啦，无想要搁去处理啦，无要处理安啦，吼其实伫迄个中间做化疗做3届了，因为伊迄个后坐力真强，所以吼，我就甲阮太太咧参详讲。敢要搁做落去，敢要搁做落去，就人发生即个吐血即个事件，然后回诊了的时候，原来是迄个原发性的即个
这个胃癌，吼，个会诊了，个无乐观，吼，无乐观就是死尾当作话要医嘛，吼，你就是继续个治疗嘛，吼，也是无就等啦，吼，真奇妙吼，这个医生甲阮建议吼，迄建议是真特别吼，伊建议讲无安尼，我给你转院啦，伊吼甲阮建议讲无我给你转去吼高雄医学院，因为有一个吼专门咧治理胃癌的一个足有名的一个医生，你去找伊看卖，所以就安尼呢，阮就人转去高医。其实迄个时阵吼，阮并无决定讲要继续做化疗这个代志，因为这个病情的这个转变吼，对伊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打击真大，所以伊有咧考虑讲，先听看卖，先来高医听看卖，看伊是用什款的治疗的方式。若是搁剩严重安尼吼，好3个月出一届，好处理遐大，安尼就算啦，莫处理好啊。吼，就看上帝意思安怎大啊？结果去高医听了的时阵，方式无共款，吼，原来伊讲用开一个刀为下腔静脉食注射，一礼拜注一届安尼啦，吼，所以医生也讲迄个后坐力吼无遐强啦，吼，会使试看卖，吼，就安尼，阮就为严重来转来即个高雄医学院吼，兄弟姊妹，你想看卖？即个健康，吼，健康的一个生命体，开突然间破病，破病应该咱即摆台湾的医术，就是讲30当前嘛是真好势啊，吼，嘛是医疗的体系嘛是相当的好势，吼，是安那医袂好。吼，然后来高医了，过一段时间了，像啊看到伊的病情无起势，吼，无起势，就搁较悲观啦，吼。我为严重甲太太转来甲高医了后，其实伫严重有治疗5个月的时间，来到高医搁拖7个月。了后，伊就结束伊的人生。你都安那想，你都想袂到啦。以咱一个正常的人来讲，因为特别吼，阮太太较早伫阮遮的即个同辈中间吼，人拢讲伊的身体臃肿用哪牛共款啦，毋捌咧破病啦，身体好势，较会知影讲一个破病就是遐严重安尼，吼。兄弟姊妹，咱一个健康的人突然间较会安尼发生即个即个病情，而且半当了后就结束伊的生命。我是安那想，我安那想拢想袂到讲吼，即个代志会发生伫我的身上嘛。一个30几岁的一个生命，健康，人生大行无几步，吼，未来还阁有真好的一个将来，拄着即个代志，实在是。毋知要安怎去理解即个代志吼。我是伫阮即个共文的吼，即个中间啊，我第一个介早去拄着太太破病过身，吼，大家嘛拢健康，拢袂想到即个代志啊。所以呢，即个伫即个同辈中间啊，无人有即个经验啊，提供我较好的迄个医疗的迄个资讯啊，阮就足简单嘛，就反正就缀医生行就好，医生安怎讲，咱就安怎行嘛 ，OK， 吼。我相信咱想袂到即个代志，吼。谁人知影明仔载会发生什么代志咧？哦，所以有首诗歌吼，有首诗歌讲我知谁掌管明天，我知影什么人吼掌管即个明仔日啦吼。伊个第一句歌词就是讲，我毋知影明仔载会安那，真正是安尼吼。遮一冬来，我也咧备办吼，实在毋知影明仔载会发生什么代志，所以呢，就是呢，提醒家己，好好活伫今仔日吼，好好活伫即个上帝予咱的即个机会的内底吼，有啥物款的即个失落甲损失会变即个生命更较大呢？无，吼无，
所以圣经较会讲吼，人若趁着即个全世界啊，甲家己的生命损失，有啥物利益呢？咱会通摕啥物去甲咱的生命留的呢？无，吼。所以呢，咱来去想讲吼，伫人生的中间，我要计较啥物？吼，我今日用一个角度来分享，就是讲，今日我要讲的呢，是一个较特别的，就是伫阮太太的即个破病的中间，伊面对迄个毋知影迄个未来，因为嘛毋知影讲伊一段时间了会结束伊的生命，我嘛毋知啊，吼，嘛无人有法度迄种吼，只是会通体会讲，可能伊的生命袂剩健康人，阁活几十冬，所以我就想讲，无阁拼5冬啊，看有机会无？所以伫即个中间呢，我要分享内容一个临终的场景。这个临终的场景，这个是一般咱伫分享的中间较少去看到的。但是伊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呢，我较知影讲，伫迄个临终的场景的中间，一个面对死亡的人，伊要安怎来行这个过程吼？所以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一个病人，要安怎来面对迄个死亡的这个代志吼？所以过来遮的这个遮的这个阮干部吼。大部分是伊日志的迄个摘要，吼，毋是我写的，是教室甲伊的日志摕出来互恁看吼。这个是真无容易吼。第一个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伊这是一个重病吼。我想这是无人通好认的吼，但是伊永远是有一个喜乐的心吼。伫迄个带病院的迄中间，其实是出入啦吼，出入安尼吼，检查、开刀然后治疗了转来厝里休困，伫厝里去承受迄个化疗迄个痛苦，疗啊较好一个，就爱搁去病院，搁继续搁去吼一节安尼一直住安尼啦吼。当然呢，伫带病院迄个中间伊呢不时会去身体较好的时伊会走去探访其他北京府迄个病房的遮一寡病友特别拢是一寡较严重的一寡病友伫迄中间伊是一个真喜乐的一个心态甲生命一直安尼一直对于迄个发现伊的病情就是安尼当然有较乌暗的迄个时间伫迄个中间啦有时呢，伊会阮迄个推着伊迄个电梯迄个去阮去无共款老的迄个病房去探访有时会为因祈祷有时会甲因谈信仰有时会呢听因呢分享因的病情有时会伫遐来陪伴啦对因为大家拢是共款的即个阮迄个病情嘛所以就真会通去体会迄个感觉是安怎伊安尼？因为有一个信仰伫伊的身躯，伊是一个病人，但是同时伊也是一个反基督徒伊伫迄个探访的中间有时有迄个病人去讲哇，我看你安尼遮尔乐观我拢实在是袂通阁悲观行落去所以伊会感觉讲伫迄个破病的中间伊感觉讲我虽然是得着癌症，但是嘛毋是真凄惨嘛。因为伫迄个中间，伊还阁有法度去看病人，会当阁替人安慰，阁替人祈祷，阁分享伊的信仰，伊若无机会分享信仰的时阵，伊就听，听遮的迄款朋友咧讲因的遭遇、因的家庭等等安尼所以呢，伊一直呢伫迄个中间抱着一个真平安、真喜乐的心。我感觉这是真难得对咱健康的人来讲，咱感觉平安喜乐，感觉这无啥物款的意外无啥物稀奇但是对一个真婚姻的生活会使讲是真幸福真满意阁真少年即款的即个情形，伊拄着即个病情，伊迄个憧憬会较毋是咱料想会到嘿。所以你看下骹的即张相片甲阮姐姐阮迄个做伙去餐厅去食一个饭你看伊的笑容差不多
我若甲伊的相片吼总摕出来，你差不多拢是看到同款的面啦。吼，即个迄个恁看到即个正边即个，吼，就是陈安妮吼，嘿，吼，你看伊安尼吼，就是安尼真一个乐观的即个生命吼，乐观一个生命。伫即个中间啊，伊有体会吼，出入的中间有一个体会，就是讲吼，伊也感受到伊的生命渐渐吼，咧行向迄个界限吼，伊也感觉伊肉体承受的迄个打击啊吼，好像渐渐转化吼，咧败坏吼。但是伫迄个中间啊，伊愿接受一寡邀请吼，有人听到讲，伊破病遮严重，搁愿迄个遮乐观。吼所以呢，就邀请伊去分享吼。所以伫这中间会感受到讲，虽然我身体渐渐虚微，渐渐无啥物真长的这愿望，但是呢，伊也有法度对人有贡献。吼，人的生命的价值就是讲，你继续会通互人，吼，互人安尼吼，对伊来讲是一个真大的这个激励吼。所以甚至伊伫迄个破病，甚至伫这个病床的中间呢。嘛是甲病院吼请假出来吼，去伫迄阮伊个无共款的迄个教会吼，去分享伊的即个病情啦吼。OK， 伊有一个体验，就是讲哦，伫迄个中间伊继续伫遐呢甲上帝保持一个真亲密的一个关系。吼，伊体会到上帝是一个掌管生命、掌管宇宙的一个上帝。所以，伊即个体会对伊的信心的贡献真大，对伊的信心的贡献真大吼。人伫迄个破病的中间伫迄个意志甲消沉的中间吼，人的鼓励时常是真有限，这是我亲身所经历过来。吼，我会记得伫迄站中间，若是你要来甲安慰，要来甲鼓励吼，大概拢是无效啦吼，颠倒互我感觉厌烦啦吼，因为你毋知影一个失落太太的一个。家属伊的心情是安那吼，所以但是伊对伫信心，对伫上帝的话，对伫伊对上帝的即个管理，伊得到真大的即个帮助甲去做吼。伊讲我的上帝是一个吼，即掌管万物的上帝，伊是创造的上帝，伊是有主权即个上帝吼。伊的创造是非常的奇妙，所以伊的管理一定也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吼。所以我的人生无论过来我的遭遇是安那但是上帝永远会通管理我的生命，管理甲非常的妥当。所以安尼吼，安尼伊心内伊就无疑问。其实伫迄个病痛艰难的环境的中间咱的信心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吼。但是伊对伫圣经呢，伊了解、伊体会、伊搁一摆来确信即个上帝料理、照管伊的身体是足妥当，是足好势吼，是所以呢伊规个人就拍败吼，伫上帝面前吼迄个喜乐迄种吼，像迄个活水江河为心内吼流出来吼。伊讲伊本来就已经足喜乐足平安啦吼，但是当伊体会到即个上帝咧管理伊的生命是遐尔好势时吼，哇！伊搁较吼，伊搁较兴奋吼，兴奋到即个程度吼。阮的姊妹去甲探访的时阵，伊甲讲吼，安妮姐，拜托你莫遐兴奋好无？莫遐兴奋。你看，迄是一个喜乐，这是伊伫日志内底所写出来真实的吼。迄个时阵我嘛感觉真疑问吼，因为照讲伊应该是爱较悲观。吼，你无喜乐，上无你嘛袂遐尔迄落吼。所以我迄阵我就体会讲，应该是有圣灵的工作伫伊的身上。其实坦白讲，30当前吼，我对圣神的了解也阁懵懵懂懂啦，有了解也无了解，吼。这是尾伫信仰内底继续学习，我咧慢慢来确信讲，原来伊就是伫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状态内底。因为照人的思考，照人性来讲，无可能是安尼无可能。伊也毋是一个悲惨的人，讲希望较早结束伊的人生，吼，希望较紧离开即个家庭，毋是伊足幸福伊足满意对吧？吼所以我感觉讲无啥正常，一定是圣灵充满，若无伊无可能有即款的即个表现，即个迄种的表现吼。所以伊伫伊的日子内中间吼，伊安尼
所以，搁一届来记载，吼，搁一届来记载。其实人伫健康的时，就是追求快乐，吼。但是伫忧伤痛苦的时咧，咱就是追求迄个医治，对不对？吼。但是人若伫即个较艰难的环境、病痛的环境的中间呢，人的思考性会较济，吼，会较深入，吼。我想咱若是有拄过即个艰难还是病痛时，咱应该会通体会我所讲的吼。伊伫日子安尼写，伊讲伫即段时间吼，大量有迄个兄弟姊妹迄个疼，吼伫阮迄个是安那会感受到兄弟姊妹的疼，因为伫营总开刀的时呢，因为我上班嘛，吼，我阵还搁伫金属中心上班，吼所以即时也无法度陪伊安尼吼，所以吼有一寡姊妹吼都排班啦吼，排班安尼吼，阮迄个一个人半工陪伊安尼，有诶排一工安尼吼。伫伊迄个阮开刀了吼，还袂出院进前吼，迄段一两礼拜时间，逐个轮班吼去个顾吼，到我下班我再去病院去接伊安尼吼。所以这是一个互伊真感动诶。过来就是讲，迄阵也无啥物保险，伊也无劳保等等诶吼，所以呢都有兄弟姊妹为阮奉献吼。即个奉献互阮真感动吼。佫送伊册吼，特别有两本册吼，是我印象较深诶吼。一本就是《俄罗的大能，赞美的大能》吼，对伊诶帮助非常大。一本就是阮迄个《死亡别狂傲》吼，迄个苏恩佩即个宣教师所分享诶吼，等等。伫即个病痛诶中间，伊有得到遮诶即个力量吼，伊甚至有迄个力量去得到去安慰别人吼。那伫即个过程，伊并无放松伊的灵修，过来有遮个阮迄个吼兄弟姊妹继续吼，互伊有即个属灵的即个册会通吼，所以伊的信心吼拿来勇壮吼，也真愿意吼继续伫遐服侍吼。伊讲即个处境毋是无奈啦，伊会通为遮一切即个痛苦吼，即个意外吼，即个惊吓，即个病情，即个复杂即个复杂吼，伫遐来感谢上帝，来感谢上帝，而且伊吼互圣灵充满到迄个程度，伊为着伊得到即个感情，伊伫遐学罗上帝，吼，即个是伫迄个学罗的大能迄本册对伊帮助真大吼。学罗上帝，伊得到即个病，因为呢，甲伊带入去一个较深的迄个生命迄个境况的内底吼。所以即张相片是伫高雄医院迄个肿瘤病房吼，肿瘤病房吼，伫迄个苦难的中间，你看伊用迄个氧气罩吼，也讲吼圣经吼不离他的手吼，继续伫遐吼咧读圣经吼。伊相信讲即个病毋是咒诅啦，即个病吼，即个病是祝福，是要造就，是要荣耀上帝吼。伊相信上帝会通成就更较美好的即个代志啦吼，无论是生还是死。所以你看，伊伫迄个心灵的状态伊已经备办好势啊，吼，备办好势啊。伊讲吼，相信包括伫迄个吼看袂到咱无理解迄个代志的中间，伊相信因有上帝迄个美意伫即个中间吼，是。所以伊对伫心内伫遐来学罗上帝，伊确信上帝意念赢过咱的意念吼，伫遐肯定上帝的公义、怜悯、伊的主爱吼。相信上帝会通就伊即个要败坏的即个生命，会通化腐朽为神奇吼。这嘛，互我感觉真惊吓吼。所以伫迄个中间，伊继续祈祷吼，伊求上帝加添伊力量，求圣灵会通来个扶持，会通吼抱着一个喜乐的一个生命甲心态，继续直到呢，直到主耶稣要调伊迄天啦吼。所以伊求上帝讲会通帮助遮个亲人吼。特别帮助伊的翁婿、伊的囡仔伊的士大人，会通呢面对即个日子吼。伊讲如果日子若无济呢，日子若无济，希望伊会通好好把握甲遮甲伊的亲人吼会通过即个日子吼。若是无法度，若是伊若医袂好咧，医袂好，伊讲求主怜悯啦吼。莫阁受即个痛苦，会通较紧吼转去。上帝所备办的即个主体吼，莫浪费人的奉献吼，莫留麻烦互别人吼。你看吼，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伊的灵性若是无备办好势，伊是无法度去面对吼，面对即个生命即个挑战吼。伊也相信讲上帝会安排一切吼会妥当吼。
伫即个中间啊，我感觉也真难得啦吼，因为生命总是真现实嘛吼，你爱面对嘛吼。但是信心甲勇气为倒之来？其实，甲一个家庭吼，包括年长的遮咱家己的士大人，也是咱厝里的人，我发现伫迄个年代，至到伫即摆嘛是共款，真侪人毋敢面对迄个死亡，吼，毋敢先去谈死亡的即个问题吼，所以就失落真侪迄个互动的迄个机会吼，互基督伫基督的信仰内底，互阮有迄个信心甲勇气来面对即个问题。所以伫1995年，就是84年的2月，拄啊伊要为营总转到高一迄个中间，阮的拍破迄个禁忌吼，阮就来谈讲万一你若医袂好，咱要安怎？所以伫迄当时啊，阮两个就咧谈讲，若你真正去见耶稣。好，那煞来要安怎？当然真现实的，阮就讲到一个，你的墓碑，你的墓志铭要刻啥个？吼，进前其实我来甲伊讲吼，你就安尼吼，婚姻的生活过了真幸福，无甲你刻一个幸福的女人好无？吼，但是吼，想的吼，我都想到。边一个幸福的查某人吼，更较好的墓碑，我讲无就甲你刻一个行上帝旨意的人好无？吼，我说就是伊啦，伊讲袂使啦，袂使刻即个啦吼，迄个吼行上帝旨意的这吼，这袂使家己封的啦吼，这是爱上帝来讲较准算的安尼啦吼，所以就是安尼吼，阮就是伫迄个中间，不只是讲即个墓碑要刻啥物，其实伫伊留落来的即个日记的中间吼，阮每一个家庭的一份子，特别对伊的两个查某囝，迄阵一个小学1年，一个小学4年，拢留了真多迄个话伫迄中间吼。我今日无法度来分享遮吼。为着是安怎，阮有法度来谈论遮个代志，是因为有基督的信仰伫阮的中间，真确实。咱好势溜溜的时，咱袂感觉讲信仰对咱的意义是安怎，但是拄着即个死亡，拄着即个艰难，拄着过袂去的时。你生命阁无毋茫的时，迄个时阵来看出到底你信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吼？是吼这就是阮迄个伫高一的迄个肿瘤病房吼，伫8月6号，1995年的8月初六是伊的生日。做礼拜迄阵，我伫台湾信义会做礼拜了的时阵，阮就去病院吼，去高一为伊庆生。阮毋知影这是最后一次庆生啦，吼！阮当然无可能讲，这是你地上的，阮最后一个生日爱来甲你庆祝，无可能嘛，对毋对？你会看讲吼，两个囡仔，阮伫阮病床上吼，来为伊庆生的一个镜头吼。然后呢，行入伫即个吼痛苦的一个旅程吼，伊差不多伫即个7月了，因为搁积水，搁喘，搁失落，所以只好就入去伫迄个病院。所以迄个8月初六，迄个是伫病院的庆生。伊入去了都无阁出来啊！吼，后来即几个月，伊有阮是真喜乐吼，伫遐来过伊的日子吼。那伫迄个病床，就是你也看到迄张相片，迄病床中间吼，有一暗吼，伊喘到无法度啊吼，喘啊开袂过去啊吼，差不多是讲吼，你若无阁接一个下开，就去啊。吼，所以足艰苦。其实伫迄个进前，阮就参详讲吼，有要插讲，无要插讲。阮的结论是讲，莫插讲，要去就去啦。因为吼插讲吼，迄个就是吼你末后的日子的迄个境况嘛。搁插落去了时阵，迄个感染性非常悬嘛，会出来袂出来毋知啊。所以阮伫迄个进前，阮是参详讲无要插讲，但是伫迄暗吼，伫迄暗阮吼。阮无法度，阮吼放弃阮进前的即个决议吼。伊无法度倒伫遐好好困嘛，吼倒落起来嘛吼。所以我就爬去伫病床甲伊伫遐吼，靠着安尼吼，伊靠伫伊的头靠伫我的即个肩胛头。伫迄个中间啊，阮讲真正是要搁坚持无爱插讲嘛。你这口气都过袂去啊，真正无爱插嘛。
迄个时阵，阮才决定讲，啊，无插看卖，无插看卖，吼，啊，就安尼。插了，其实医生也无甲阮讲清楚，插了有啥物款的情形。阮搁足乐观讲，啊，插了会通搁伫即个普通病房啊，毋是啊，插了一个就入去加护病房啊，哈，一个入去都无出来啊。啊，所以我出入吼，伫遐安尼吼，会通探访的中间就去探访嘛，吼。伫即个伊差不多是咧经历即个死因的即个山谷啦，死因即个山谷吼。因为除了即个探访了后，伊个插管了后，就入去加护病房，一工就2届的即个探访的时间嘛，吼，早起一个时间，下晡时一个时间，吼。我著上班迄个时间我著走啊，吼，看了搁转去上班，下晡时搁去病前去看吼。差不多是把握每一个探访的即个时间啦吼，因为伫阮迄个加护病房内底，都惊医疗人员甲护士伫遐会通加处理一寡伊身体医疗的即个问题嘛吼，所以伫迄个加护病房内底是非常孤单啦吼，搁受到即个阮即个吼即个病的即个侵害吼，所以我伫迄个中间因有拄着即个落雨天啦吼。等于伫我的厝中间，伫迄个阮迄个吼，迄个遮雨棚吼，听着落雨，落雨迄个吼雨声吼，我会感觉讲足凄凉。我家己好人伫我的厝都感觉足凄凉，何况讲我的太太伫加护病房的内底，家己孤单一个吼，家己孤单一个。伫即个加护病房，伊其实是咧经历一个死亡的一个滋味，但是伊吼犹原真勇敢。伊写讲吼，每一步的路我拢袂通省啦吼，只是真痛苦，伫遐咧感受。伊讲护士对伊真好吼，每一摆抽痰拢真过袂去安尼吼。伊讲吼，假使即条路若是主的意思吼，伊一步伊都无省，吼，就是真痛苦。伊也是共款一步一步吼，照着上帝带领来行吼。伊讲吼，较早伊是互上帝吼送咧行，因为不得已嘛，送咧行吼。甚至可能有真复杂的一个心情。伊讲即摆毋是，伊讲即摆伊真乐意，伊真欢喜行即条路。伊已经明白啊，伊知影上帝管理伊的病情，管伊的人生，无管是长还是短，无管是生还是死，伊拢相信上帝安排，上帝的料理是上介好。所以呢，这是伊一个吼真大的一个改变吼。但是人一直是会受到真大的一个打击吼。伊到8月22吼，伫遐伊咧写，伊写讲吼，我已经挡袂牢啊吼，我的细胞发炎嘛吼，所以伊无法度离开迄个加护病房吼，大家拢讲有较好安尼，但是伊感觉伊的肉体甲伊的心灵拢去承受迄个痛苦吼，所以伫迄个中间做一个决定，就是做气切啦吼，伊一开始插管是为喙入去插2礼拜了的时阵，你袂使搁继续去插。所以呢，医生就讲无就用气切安尼吼，伊讲若气切若较好势，伊也愿意来伫遐来承受安尼啦吼。伫即段日子吼，伊讲伊的力量哪势吼，哪势，伊甚至痛苦甲伊无法度去呼叫主耶稣，痛苦甲无法度去呼叫上帝。伊讲三不五时伊会通讲主啊，你救我，吼，伊会通体会什么款叫做水火之地吼。伫迄中间呢，我深会发现讲，一个病人真需要伊的亲人吼，伫迄中间加培养吼，加陪伴吼。所以伫9月初3，安妮迄阵伊较清醒，但是伊一直会哭吼，对，伊也用迄个手势一直吼，比如讲伊要离开即个加护病房，因为自从插管了后，阮所有的拢是用写的嘛，伊拢用写的嘛吼。我会通讲，但是伊无法度讲安尼吼。伊就是一直比如讲伊要离开加护病房，伊讲因为伊已经特别过身啊安尼吼。所以当阮去探望的时阵，伊也真感伤吼，流目屎讲吼，希望会通离开加护病房吼。我去问讲是安怎要离开加护病房，伊讲希望我会通陪伊，伫边仔陪伊啦，陪伊行最后的迄个路程安尼吼。所以到9月初4，佫是一个伤心的日子吼。伊佫开始伫遐咧交代吼，交代阮迄个伊准备要离开即个世间吼。伊对伊好朋友也交代，希望伊好朋友会通来照顾
照顾伊的2个囡仔吼，啊，佫请厝内遮一寡姊妹阿姨吼，也会通斗照顾吼，教导伊的囡仔吼。伫迄中间，伊做性命的一个宣告。伊甲讲吼，伊毋知会通活偌久啦吼，但是伊进前伊有宣明吼，伊无爱安乐死吼，伊一定无爱成做植物人吼，啊，伊也无爱急救吼，吼，这拢是伊伫迄个吼病床中间伊写互我的吼。伊讲吼，伊若离开，伊要问上帝足侪问题啦吼。啊，伊讲伊一生无啥物遗憾，吼，啊，伊也感觉讲真有啥物路用？伊讲伊惊要主耶稣，吼，啊，甲讲伊听我安尼吼，啊，伊无想到伊会早死安尼吼，迄个最后伫即个旅程的最煞尾吼，伫迄个探访的中间，一定感受到吼，伊已经伫遐咧交代伊。伊已经要离开啊吼，伊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啊吼。病情当然是一直行，一直拿来拿摆啦吼。所以伊伫迄中间，伊伫加护病房内底，已经有法度甲护士、甲医生讲话嘛。所以伊伫遐度甲医生讲吼，甲医生参详讲吼，莫互我吼目睭吼，我意识阁清醒，继续伫遐承受即个痛苦，是毋是会通吼注射互我困到我过身安尼啊？吼，这个伫迄个中间安尼，伊所写的话吼，因敢问讲，伊想要见公公婆婆吼，见伊妈妈安尼啦吼，是这个，当然伫迄几工的中间，每一次的探访吼，其实拢是真凄凉吼，最后迄个识别吼，甲伊的迄个大家吼。因是非常相疼吼，婆媳关系非常的好吼。伫遐相对伫遐乞靠甲囡仔是安尼吼，是安尼拥抱哭泣吼。因为已经来到中间煞尾啊，吼，已经决定准备要离开阮啦安尼吼。所以伫迄中间大家拢吼入去加护病房，一一跟他道别吼，是伊也交代讲爱感谢所有的人吼。对囡仔吼，老大叫做尹涵，老二叫做尹杰，干讲都爱捌代志吼，爱孝敬父母啦吼，爱问长辈等等，爱信耶稣真重要吼。对伊妈妈讲爱好好过日子吼，对弟弟讲爱甲厝里人好好相听安尼吼，等等的吼，真济吼。伊也甲讲吼，叫我爱属灵的即个信仰爱好好去教育。吼，每一个阶段爱找即个姐姐来教因，毋通先跟听啦吼。多谢所有的即个朋友为阮的奉献吼，互阮会通度过难关吼。会通去联络伊伫上台迄阵2个上介好的朋友，一个因2个朋友安尼吼。好，我爱紧来结束吼。伫即个最后的即个。探访的中间吼，伊也甲医生有互动吼。伊甲医生讲吼，迄个我已经答应吼，无爱阁去承受痛苦，所以答应讲用注射的方式开困安尼吼。所以迄天已经等足久啊，已经传好势啊。吼，伊讲吼时间一个到，迄个卢医师是伊的主治医师啦吼。若讲医生若讲 OK 安尼吼，迄天就是伊的快乐日，伊准备要注射开始困，伊无爱阁承受迄个痛苦啊。然后伊甲医生讲吼，阮厝里的人拢已经准备好势啊，吼，已经甲阮讲好势啊。因为厝里的人因为听伊体谅伊，所以答应伊吼，即个上介困难的一个决定吼。了解讲伫天国，阮会通阁见面安尼吼。所以伊讲吼，今仔是伊上介快乐的日子，吼，因为伊要上天国，吼。当然离开阮伊的亲人是伊上介遗憾的。伊一直有一个亏欠，伊感觉伊破病是拖累阮啦吼。当然我有个讲袂使安尼想吼。伊讲因为是阮听伊，所以无爱互伊去承受即个痛苦，答应即个上介困难的即个即个决定。所以伫即中间，伊讲呢，伊甲医生甲护士讲，你若爱信耶稣，因为耶稣讲的话是真的，因为伊有真理，吼，有生命，有道路，吼。所以爱知影讲，我死了会当去上帝遐吼。恁无信耶稣，恁爱为家己来紧张安尼吼。伊讲我毋惊，因为几啊个月前我就已经甲厝里人讲好啊，吼。墓碑要刻啥物也讲啊，要安怎办即个告别式也讲啊，拢甲我参详好势啊，安尼吼，是吼。
所以伫这中间这个区别吼，这是最后的一幕。这个就是伊隔天开始注射，都去困2礼拜了后，伊就过身啊。所以这就是伊死亡最后一个面相，就是安尼。伫迄个家伙病房内底吼，你看，犹原是一个喜乐的心，犹原是伊迄个笑的迄个面来面对伊的死亡。真正虽然有啼哭，虽然有目屎，虽然有唔甘，吼，但是呢，伊犹原的欢喜来面对伊死亡的这个事情吼。我想这是上帝的一个工作啦吼。伫即个信仰的即个5万的中间，就是咱看见咱即个姊妹，伊已经备办好势，伊准备要见上帝。吼，虽然有目屎，虽然有啼哭，但是总是暂时的吼。最后呢，我想爱跳过吼，迄个伫后壁即个规个信仰的即个提醒啦吼，规个信仰的迄个提醒吼。伫即个生命的即个事件的中间啦。互咱看见几个真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讲生命无伫咱的手中。就算讲你真少年，你嘛无保证讲你一定会还迄个长生命吼。所以要安怎来把握日子过了会充实有意义吼。面对这个感情，因为信仰，所以呢，你对安尼的顶面看见，伊有原对伊的生命抱着这个5万甲喜乐。无绝望哦，犹原抱着迄5万甲喜乐，犹原伫即个平安的中间，犹原是咧过伊疼的迄个日子吼。所以，因为即个信仰会通，互一个虔诚敬畏上帝的基督徒，面对家己生命的结局，甚至为着家己的生命伫遐来感恩吼。那基督的信仰，互人一个真介大的迄个生命力，就是充满信心5万甲疼的即个人生，活了会无共款吼。过来一个生命的提醒，就是伫基督的信仰内底，会通互咱充分去备办咱要面对死亡。我感觉咱的信仰要好好起做，因为无拄逐个基督徒拢会通充分安尼来面对迄个死亡的即个问题吼。所以包括伊的遗嘱会拢写好把握最后迄个人生的迄个旅程，会通有真亲密的迄个互动。这个部分是我看到过去我过后我做10几档的迄个临终关怀吼，我看见真侪家庭伫后壁迄个日子无法度互动，无法度，因为唔敢讲死亡，因为有欠算有禁忌，伊嘛唔知影要面对吼，所以你若无共款你的信仰，你真难去面对，但是迄确实你生命内底上介宝贵的吼，所以最后。看见上帝互人伫即个生命黑暗死荫的山沟中间，有法度来唱歌，有法度来唱歌吼。是最后的即个结论，最后即个结论，就是因为相信耶稣，信靠上帝，所以咱看见一个姊妹，虽然伫面对即个病痛的即个打击的中间，犹原充满了平安、喜乐甲盼望。因为耶稣伊勇敢来面对生命的一个结局伊也为家己的人生。做一个真好的一个手续就是呢，伊无遗憾，伊见证上帝恩典，所以趁咱还阁有机会，咱爱好好来认捌即个上帝，享受咱即个美好的人生伫上帝的道理内底，咱来经营要安怎伫迄个信心，伫迄个5万，伫迄个听中间，好好来把握以上。咱来做一个祈祷吼，天父，阮感谢你，你互阮还阁有一口气会通伫即个世间，主你互阮人生还阁有日子会通向前来跑走，但是人生的意外，毋是阮会通拍算的，检采有阮所无法度想会到的即个意外，但是求你互阮兄弟姊妹，也互阮的福音的朋友会通知影阮的生命伫上帝手中。伫上帝的管理的内底，一切拢会通真顺遂、真妥当，互阮对生命有一个真深的认捌，也知影要咱倚靠上帝来过阮的人生，来回应上帝伫阮人生要搁做搁较好的迄个带领，做较好的起做，也互阮伫即个中间会通因为认捌上帝阮会通成做主你所祝福的人，阮献上感恩的心。你也伫我过去的生命中间，
也互阮有即款的机会，行过即个生命的历程，行过即个白听即个信仰的历程，互我会通知影更较清醒的活伫主你的面前，也愿你即款的恩典，赏赐也互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甲阮福音的朋友，安尼祈祷，奉靠耶稣的名，阿门。